喂，大家好，今次嘅賽事呢，就係谷草嘅野賽啦，就12月23號嘅賽事啦。咁亦都係2025年嘅最後一次谷草賽事啦。咁啊，因為下一次呢就跑田草，咁啊跟住就叫做2025年嘅賽事就跑晒啦。咁啊，今次嚟講呢，多寶就擠喺3T 同埋第一後孖 T， 咁變咗就介紹翻3場嘅 Q 位置 Q 啦，就第一場、第4場同埋第9場嘅，咁啊即刻開始啦。咁第一場呢，就5班嘅1200米啦，咁呢場係中意1號、2號、6號同埋11號嘅。1號前衛火影，咁啊今次呢就用翻霍宏星，咁啊叫做降班落嚟呢個5班第一次，咁啊排8檔嘅。丁冠豪打黃牌嘅馬，咁今季其實就跑咗2場，咁啊都係叫輸啦。咁當然吓，咁啊已經減咗4分啦。咁但係其實唔好忘記呢隻馬一出99倍跑第3嘅，證明我覺得都未至於話係毫無鬥志，即係毫無競賽能力嗰啲馬先。咁上一次其實係點跑呢？包尾入直路，咁啊轉彎嘅時候呢。金匯千歲觀金其實兜咗大外檔，咁佢啊選擇走翻入內檔，有少少衝啦，又未至於話完全冇走勢，咁但係亦都唔會話好搶眼，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就唔會俾你降班啊！講真，唔會減2分。咁今次落到嚟即刻用翻霍宏星，咁我覺得丁冠豪之前隻小鳥天堂咁啊叫做搏失咗啦，都係霍宏星啊其實，咁會唔會呢一隻？俾翻佢交差呢，咁啊唔知啦。咁啊，但係降到嚟呢個班都仲係冷門嘅話，我覺得一定要考慮呢隻。第二隻都係2號嘅智醒大將啦。咁上一次跑1000，其實可以咁講都走晒光㗎啦。咁問題你今次信唔信嘅啫？咁啊呢啲馬，我覺得就既然落到嚟呢個班都證實咗係有走勢嘅話呢，咁今次我覺得都未至於話好熱嘅熱門。半熱門啦，5至10倍左右，咁我覺得已經可以考慮。咁亦都用布文，咁亦都係重磅騎師咧，135磅就未至於話太多死緣。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嚟講都可以考慮呢隻4選。第3隻中意6號嘅言心星，咁啊方家柏打黃牌嘅馬，心星係呢排都即係都可以咁講都大搏晒噶啦，隻隻都搏嘅。咁當然就有啲得，有啲唔得啦。咁啊上個禮拜隻人心星呢，就可以咁講都係大飛得手噶啦。咁今次就用隻言心星，咁啊之前就試過跑一場第2啦，跟住跑一場第4。咁今次嚟講用翻希威森，咁啊跟出嚟嘅話，我覺得呢隻馬入到直路一人騎一步嘅話，呢隻馬都未必會輸。咁所以我覺得都可以考慮呢隻。聽日方仔其實都有一手馬喺度嘅，睇下會唔會趁住呢個即係季尾，即係應該咁講，2025年最後一次嘅谷草又大搏殺啦。最後一隻都係11號嘅快馬加鞭，咁呢隻馬就其實上一次就塞塞夾夾啦，叫做跑過第3。咁如果你話即係跑咗入嚟嘅話，咁條 Q 都唔錯噶啦。咁啊今次嚟講呢，就仍然都用翻班德禮，咁啊119磅都好跑嘅。咁相對翻其他馬嘅話，我覺得呢啲馬已經喺嗰個穩定性嗰度咧，已經係比較好啲。咁所以我覺得4選可以考慮埋呢隻。呢場你中意1號、2號、6號同埋11號嘅。其他馬方面，熱門馬方面會係大熱門係3號嘅獵寶勤，但係其實呢隻馬講真，你話係咪真係咁叻呢？我真係好有保留。今次咩135磅大熱門，蔡約翰打黃牌嘅馬用艾杜拿，雖然話艾杜拿都係蔡約翰即係支持嘅騎師啦，咁但係其實今季嚟講嘅表現咧真係差強人意，而好似到而家都係得7場頭馬，咁你諗下杜遠恩嚟咗1個月到都已經5場啦，咁啊紀仁安都已經有2-3場啦，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今季嚟講咧個表現真係好差，咁今次仲要熱門添。冷人騎熱馬，賭馬大忌可以咁講。3、4重彩你哋拖埋佢，我唔會反對嘅。但係個 Q 位置 Q 我唔會買呢隻。4號機械騎士泥地馬過嚟谷草，用黃志宏，我睇佢跑一場先。5號快樂寶寶，今次又排12檔，C 跑到12檔亦都係好難跑嘅馬。咁呢隻馬係咪真係咁叻呢？
我都有啲保留，講真，因為如果你話叻嘅話，始終都有啲入 Q 啊，或者可能會贏啊。咁但係到而家都好似暫時未見頭馬。咁今次用潘頓亦都會係熱門。大家中意嘅話，咪3、4重彩咯。7號天喜運今次用田泰安排5檔，無救無語咯。我覺得呢隻馬，如果大家3、4重彩拖隻冷腳，咁我覺得可以考慮。8號木火龍區今次唯一嘅好處就排1檔嘅啫，鄭俊偉打黃牌嘅馬，但係上一次其實係包尾嘅，咁啊都提一提大家。咁9號天火同得未得嘅，10號嘅歷險大將亦都係未得嘅。12號嘅有心意呢隻馬其實就我覺得羅富全都一定好急噶啦，講真。杜遠欣都跑咗幾次，咁又試過1000又1200，咁而今次又翻嚟1200，3、4重彩唔會反對嘅，但係你話係咪買 win 呢？要考慮下先，因為始終而家19分。咁呢場係中意1號、2號、6號同埋11號嘅。跟住到第4場嘅賽事，咁呢場呢就係呢個4班嘅1200米。咁呢場呢就中意隻1號方唐武士、4號嘅踏雪尋梅、6號嘅翠湖烈風同埋8號嘅紅前道。1號嘅方唐武士，咁啊今次就都要卒之求人得人啦，可以降班。咁即刻都冇即係潘大偉跑啦，用翻黃志宏排4檔都好跑嘅，跟順位出嚟入直路就係大家即係鬥噶啦。咁我覺得呢隻馬半熱門嘅話，可以考慮呢隻。第二隻中意4號嘅踏雪尋梅，咁呢隻馬上一次跑呢個谷草1200，我覺得純粹都係試下個場地適唔適應，留到最尾入直路兜出大外檔7、8點咁樣，但係其實佢最尾係衝關上嚟好勁嘅。咁呢啲馬我覺得係試準咗噶啦。今次嚟講亦都唔會話好熱嘅熱門，我覺得偉達都會揾機會會交代呢隻馬。呢隻馬如果你話第一次出賽喺偉達馬房都已經跑第4嘅話呢，我覺得質素唔會太差。第3隻都係6號嘅翠湖烈風，上一次就叫做留後衝一段過晒。咁今次亦都係12檔，咁亦都係咁跑法嘅啫。講真，咁趁住個狀態好，我覺得呢啲馬亦都唔會話即係久等嘅，咁都可以考慮呢隻。最後一隻中意8號嘅紅前道，咁呢隻馬就呂建威打黃牌嘅馬。咁聽日呂建威咧，好多馬都係用晒啲即係自己的係嗰啲騎師啦，或者係杜遠欣啊咁樣幫手。咁我覺得都係想大舉出擊噶啦。咁呢隻馬就會係熱門嘅，隨時係大熱門。咁但係亦都希望唔好話熱得太過分。最過即係頂籠嘅賠率係2倍，低過2倍嘅話就唔要噶啦。始終都係處女馬。咁呢場係中意1號、4號、6號同埋8號嘅。其他馬方面，2號嘅維港激流就需要一個快步速嘅。咁呢場會唔會有好快嘅步速呢？又未必。因為始終你話放頭可能係精益大師，金文來都唔知放唔放得出嘅，咁可能同埋隻紅前道啦，都係放頭馬咯。咁會唔會個步速唔係話太快呢？咁呢啲馬如果冇一個快步速嘅話，就好難跑。咁叫做周俊樂都幫佢贏過舊年。咁今次嚟講，雖然用幾人安，咁我覺得3、4重彩可以考慮。3號精益大師，咁今次用到班德禮葉彩虹打黃牌嘅馬，3、4重彩配腳 ，win 唔會買呢隻。5號佢跑得好快，上一次楊明倫咧就留後跑衝翻上嚟跑第3，好似今次就打黃牌，仍然用翻楊明倫。但係今次排1檔，會唔會即係唔捨得個1檔而跟前咗，影響個後勁呢？有咁嘅可能。咁呢啲馬就冷烤熱備。最多3、4重彩配腳。7號嘅心愛的就未得嘅。9號嘅英雄豪邁1000米好啲嘅馬，1200米就暫時唔要啦。10號嘅金運來好明顯係退化緊嘅馬，咁會唔會減定啲分數落咗5班再用黃寶嚟呢？唔知。咁今次用杜遠欣，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就拖，如果唔中意嘅話就可以飛咗佢嘅。11號雪加福星，暫時都未有太多實質嘅驗證住，睇多一場先。12號個海洋帝君，我覺得呢就係泥地馬，粉佢落去5班之後搏泥地。
咁呢場係中意1號、4號、6號同埋8號嘅。跟住到尾場嘅賽事，咁亦都係可以咁講，2025年嘅最後一場谷草賽事啦。咁呢場係中意2號、8號、10號同埋11號嘅。咁呢場留意個分區呢，就向下調咗5分，咁啊變咗100分至75分。咁變咗呢10號、11號、12號、10、11、12呢3隻馬呢，就可以上到嚟呢度跑。咁啊，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咁樣睇嘅話呢，佢哋孭咗好輕磅嘅話呢，咁我覺得反而要考慮呢啲馬。咁啊，睇翻先，2號嘅遙遙領先，我覺得呢隻馬係實而不華嘅。咁今次用杜遠恩，亦都有一定會有步速嘅呢場。咁我覺得佢又唔需要話搶得太急，跟住喺4、5位入到直路先再鬥。咁啊，杜遠恩其實你話我覺得佢即係鬥後勁係真係當然係有一手嘅。咁啊，今次嚟講即係聽晚咧都係叫做臨別秋波啦。咁啊，麥道朗就叫有兩邊交低啦。咁啊，睇下杜遠恩有冇邊啦。咁呢隻馬我覺得都有機會嘅。第二隻中意8號嘅銀進。咁呢隻馬上一次咧，莫雷拉翻嚟就跑啦。咁啊，跑好似2200米定係1800，唔係好記得。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嗰場咧就應該唔會輪到佢跑，即係唔會輪到佢贏嘅。咁但係佢都翻到嚟都唔係話輸得好遠，好似第5、第6度。咁我覺得今次嘅狀態 keep 住1650，如果真係有步速嘅話咧，呢隻馬其實都好犀利噶，排12檔，咁一定都係安心留後噶啦。唔知下方嘉柏同阿田泰安呢個組合會唔會有機會可以上到嚟啦？第3隻追10號嘅電信巴打，步速可能佢會係一個主宰者。咁啊，始終佢之前都係跑啲1200啊、泥地啊、谷草啊咁樣，好明顯都係想減分。咁啱而家減到落80分，亦都有一場咁樣嘅賽事呢，佢就變咗咩115。咁佢排1檔亦都好好跑，一定係第一隻彈出嚟。咁佢會唔會自己慢放呢？定係守住 box 入直路再即係臨轉彎嘅時候加速呢？咁啊唔知。咁啊，毛顯東今季嘅表現都叫 OK 啦。咁今次呢隻馬亦都一定係冷門嘅，咁我覺得都可以考慮。最後一隻亦都係啦，11號嘅我做到，好明顯1650都係即係黑埋眼都識跑嘅。但係當然你話呢隻馬呢，我覺得如果你話而家嚟到呢個分數嘅話呢，有場咁樣嘅賽事呢就可以搏一搏。如果唔係，我覺得3班呢真係要用啲減磅嘅騎師。但係呢隻馬其實唔係真係咁易跑嘅。咁啊，純粹留後一段衝上嚟，咁睇下潘明輝可唔可以做到啦。咁啊，亦都會係冷門，咁我覺得都可以考慮呢隻。呢隻人中意2號、8號、10號同埋11號嘅。其他馬方面，1號嘅喜連勇敢，上一場就贏得好精彩嘅。咁啊，但係睇翻隔晚飛咧，好似啲飛就走晒，好似10幾倍而家。睇睇臨場嘅票數先決定。3號太陽勇士今季就叫做大熟大勇嘅，仍然保持住。咁我又覺得呢隻馬如果跟到個好步速嘅話咧。因為始終人和家興放頭，佢都唔會話同佢鬥燒嘅。咁睇下入到嚟嘅話，我其實預計呢場馬咧係會好近好近，即係可能又係一堆馬咁樣衝過終點。咁呢啲馬就到時睇賠率啦。3、4重彩可以拖埋。隔晚嘅大熱門暫時就大浪淘田。咁其實呢隻馬我覺得都係丁冠豪即係馬房入邊都比較好啲嘅馬。咁啊，叫做田草又贏啦，谷草就上一次一過嚟就即刻贏啦。咁今次排2檔，但係今次我覺得個形勢方面會唔會都仲係咁造就呢？咁啊，當然要跑過先。如果大熱門就真係唔值噶啦，講真。5號嘅太易穩神操呢就試嗰個1600，我覺得比較一般啲，會唔會再減分縮翻落1200好啲呢？咁啊，當然啦，而家你話87分要減分都有排減，咁但係我所以覺得就即係其他路程都跑下先啦。6號人和家興跑到上1650嘅真係唔信噶啦。7號嘅至尊貴寶今次就因為梁家俊停賽就用阿潘頓，隔晚就大熱門，咁但係呢隻馬其實都係叫做初次增程上嚟1650，亦都係對住一啲年長嘅對手。咁臨場嚟講，我覺得最少都有4、5倍先至抵。
如果你話都係好似2-3倍嘅話呢，最多3-4重彩配腳嘅啫。9號星環咁啊，之前係諗住報香港杯添，都好大上頭。咁但係當然就退出咗啦。咁啊，但係呢隻馬上一次都好似係包尾。咁啊，睇下今次嚟講，即係暫時就解唔到啦。咁如果你話佢咁樣都會爆到嘅，咁啊真係冇得好講。12號嘅快路，咁亦都係用阿楊明倫，都可以咁講係其中一個合拍嘅騎師。咁但係呢隻馬，我覺得嚟到呢個分數都係要好睇形勢。要睇下聽日啲馬嗰個場地偏差啊，有冇利外檔啊，定利走入邊啊咁樣。呢啲馬如果你話而家呢刻嚟講，我覺得最多3-4重彩配腳嘅啫。咁如果你話聽日發覺啲馬係好利後上嘅，咁先再即係另頓，即係另外再諗過。咁啊呢場嚟講就中意2號、8號、10號同埋11號嘅。好，咁啊重複一次今次嘅提供先，分別就第一場嘅1號、2號、6號、11號，第4場嘅1號、4號、6號同埋8號。同埋尾場嘅賽事2號、8號、10號同埋11號嘅。好，咁今次真係咁多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嘅，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嘅 channel 啦。咁啊，下一次再見，下一次就會星期6嘅27號。咁啊，最後一次嘅沙田日賽啦。咁啊，到時再同大家研究過。今季亦都會將呢條片同幾場嘅選擇 post 上去 Facebook page 春田心水馬，歡迎大家留言討論嘅。咁啊，最後節目時間差唔多，祝大家贏多啲。咁我哋下一次再見，拜拜。